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105页的第6行，就是实为引证比之大善巧方便也，讲到这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往下做解释。那就讲到说呢，如是当知，诸法体性若不依名言分别，非有分别真上安立说彼体性及所破之我。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就是透由上述的论述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诸法的体性。那诸法的体性是什么呢？诸法的体性呢，就是非自性成立而有。所以讲到说呢，诸法的体性呢，若不依名言分别，那不依名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名言的时候呢，名言指的是能全身，但是在这边呢，这里所指的名言呢，是指到说是分别心，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不因名言分别，所以这个名言分别指的就是同样是指分别心的意思。那诸法的体性呢，非由分别真上安立说彼体性及所破之我，是如果诸法的体性呢，我们如果不是透由分别心呢去安立它的话呢，那不是透由分别心去安立，而是诸法实体而有的这个呢，就称之为是所破的我。是在藏文里面呢，像是诸法体性若不依名言分别，那在藏文里面的结尾呢，都会有一个故字。那这个故呢，故之后呢，就会讲到说，非由分别真上安立说彼体性的意思，就是说，凡是看到这个故之后呢，故之后讲述这个原因，就讲说为什么呢？它不是诸法体性，如果不依分别，不依的名言分别而去安立的话呢，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故就是说，那所以就讲说原因呢，它就是非由分别真上安立，那就讲说，那这样子的体性呢，就是称之为所破的我，就是在阐述原因。那这里呢，就讲到说，诸法呢，如果不是依着名言分别的话呢，因为不依名言分别故，因为它又不是名言分别的缘故呢，所以呢，它就是非由分别真上，它就不是由分别心去安立了嘛。那非由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个体性呢，就是所谓的所破的我。如果你不是有境分别心呢去安立的话，那你承许说在境上呢本身有这个体性的话呢，那这种体性呢，就是所谓的所破的我，也就是呢空性的所破。所以在这里呢，一直讲述到说，就是非由分别真上安立说彼体性呢及所破之我。这个在讲所破之我的时候呢，一讲到说这个所指的呢，就是空性的所破。那空性的所破呢，这个所破的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非名言所安立的。所以呢，这边所讲述的呢，最主要讲说境的所破。那境的所破呢，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那境的所破，也就是指说空性的这个所破。那空性的所破到底是怎样呢？它就是非有境去安立的境。那非有境安立的境，这个有境我刚才讲到说，非有境就是非分别心，非分别心去安立的这个境的话呢，就比方说境上本身而有的这个，那就是这里所讲的所破的我。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此我于补特伽罗上非有，即补特伽罗无我；于言而等法上非有，即法无我。那这个此我的此呢，就是讲到说所破的这个我，那也就是讲到说呢，自性成立，或者说呢，自方成立、自相成立的这个我呢，自相成立、自方成立的我呢，它在补特伽罗上呢是不存在的。那这种不存在呢，就是自性成立在补特伽罗上不成立呢，就称之为叫做补特伽罗无我。那在补特伽罗以外的呢，就是补特伽罗以外的，像是眼或是耳朵之上的这些法类呢，那自性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所谓的法无我。那人们现在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段，就是此我于补特伽罗上非有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在补特伽罗以外的，就是眼耳等法上呢不存在呢，就是法无我。所以人们就说，现在看他的手，那人们现在食指呢代表是补特伽罗，那中指呢所代表的呢就是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人们现在的右手呢所代表的呢就是非名言安立，然后呢是自性成立的，就是空性的所破的我。
所以持我的这个我呢，就是指仁波切的右手呢，就是代表的这个自性成立或是自方成立。所以自性成立呢，它是同一个东西。那它在补特伽罗上面呢，如果是不存在的呢，就称之为叫做补特伽罗无我。那如果呢自性成立呢，这个东西它在补特伽罗之外的眼耳等这些诸法之上不成立呢，就称之为是法无我。所以右手那么右手的这个自性成立这一点呢，是无论说是在补特伽罗之上，或者说在法之上呢，都是一样的。那在补特伽罗之上不成立呢，就称之为叫做补特伽罗无我，或是人无我。那如果在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之上不成立呢，就称之为是法无我。那人们现在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比如说呢，以我们的手来说，那手呢安立在两个人不同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当你在安立在小明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手就称为叫做小明的手。那同样呢，你把这只手呢安立在小华身上的时候呢，那这只手呢就称之为是小华的手。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成立呢，就是所获的我的时候呢，就是把自性成立或是自方成立这个东西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呢，就称之为是补特伽罗有我。同样的呢，你把它安立在诸法之上的时候呢，就称之为是法有我。那所以就如同刚刚手的例子呢，我们同样的呢，把自性成立呢，在补特伽罗上面非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补特伽罗之上呢，自性是不成立的。所以补特伽罗之上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补特伽罗的无我，也就是补特伽罗之上的就是甚深的空性。那同样呢，如果我们把就是施设处呢换成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像是瓶子、柱子呢，或是苗芽，那在瓶子之上呢，自性不成立，或者说呢，苗芽之上自性不成立这一点呢，也就是所谓的法无我，也就是呢，法之上的就是甚深的空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呢，我们只要把任何呢，就是自性不成立这一点呢，安立在任何补特伽罗之上呢，那都会成为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比如说呢，我们讲说，像我们所认明的，某个有情或者说某个人之上，比如说小明的自性不成立，或者说小华的自性不成立，或者说某某人的自性不成立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补特伽罗之上细分的法无我。那无论说呢，你所安立的是自性不成立也好，或者说自方不成立也好，或者说呢自相不成立，或是谛实不成立、圣意不成立、真实不成立呢，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属于细分的人无我，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所以呢，此我呢，指的就是说所获的这个我呢，它在补特伽罗上面非有的这一点呢，就是补特伽罗的无我，也就是呢，补特伽罗之上呢，细分的这个无我。那同样呢，在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呢，就是言而等。那等字呢，就是包含了补特伽罗以外的一切法，像是瓶子、柱子、苗芽、笔等等，所有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之上呢，非有的时候呢，就是称之为是法无我。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了解了两种无我之后呢，那接着就看到说，由此可知，若知彼体于补特伽罗及法上有者。那这边呢，就想要说彼体呢，指的就是仁波切刚才右手所指的这个自性成立或是自相成立这一点。自相成立还有自方成立呢，在补特伽罗之上呢，要是有的话呢，那就是补特伽罗之上空性的所破，也就是呢补特伽罗有我。所以呢，这里就想要说呢，若指彼体于补特伽罗之上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就是自性成立这一点呢，在补特伽罗之上有的，然后我们去执持它的这个执着呢，这种执着呢，就称之为是人我执。那同样的呢，我们把刚所讲的自性成立或是自方成立呢，它安立在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之上，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是法有我。那执持这个法呢是有我的这个执着呢，就称之为是法我执。所以就讲说，若执彼体于补特伽罗呢及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之上呢，而有者呢就是两种我执，也就是人我执以及法我执。所以讲到说呢，就是若执彼体于补特伽罗及法上有者呢，是两种我执，就是指人我执，或者说呢补特伽罗
我执，或者说第二种呢就是法我执。那这边由此可知呢，在藏文原文里面呢是讲到说就是间接可以了知。那如何间接了知的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先了解到说就是自性成立还有自相成立呢，它在补特伽罗以及就是眼耳等法上呢，它是非有的这一点呢，是所谓的补特伽罗无我以及法无我。在知道了什么是补特伽罗无我以及法无我之后呢，那透由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说，那所以你了解到什么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直持呢，笔体在补特伽罗还有法上有的这一种呢，是叫做人我执以及法我执，这个是可以透由间接呢去了知的。就是说，在藏文里面呢，就是讲述到说，此我于补特伽罗上非有，即补特伽罗无我；于眼耳等法上非有，即法无我。那藏文里面有一个如是说故，那就讲到说，就是又有出现这个故字呢，就表示说是原因，就是透由上面的这个理由呢，我们了解到说呢，自性成立还有自方成立呢，它在补特伽罗以及法上非有，这个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呢。如是说故，就是你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因之后呢，所以透由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间接的知道什么？间接的知道说呢，就是笔体就讲到说呢，自性成立这一点呢，如果是在补特伽罗之上有呢，然后你去直持它在补特伽罗之上是存在的呢，就是所谓的人我执。那你去直持呢，就是自性成立，就是这个笔体呢，自性成立这一点在法上是存在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法我执，法有我。法我执，所以呢，就讲到说这边提到说了两种我执。同样的呢，在藏文里面呢，也是有讲到说，就是由此可知故，就是它同样加上一个故，那就是原因。那原因的时候呢，就是透由四百论的解释呢，然后来做一个说明。所以就讲到说，如四百论是云：所言我者，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那这边所言的我呢，就是同样的讲到说所破的这个我，也就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所言我者呢，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那不依仗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上述呢，就是前面的如是当知，诸法体性若不依名言分别，就是宗喀巴大师在解释的时候呢，前面在解释的时候已经讲到说，如是当知，诸法体性呢，若不依名言分别，非由分别真上安立说彼体性及所破之我。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诸法体性呢不依仗它，如果呢是不依靠着名言分别而有，如果是不依靠着名言分别而有呢，那非由分别真上呢，就是说彼体性。所以这个体性呢，你如果说不依仗它，就讲到说不依靠名言而有，所以这种体性呢，就是所谓的自性成立。那由无此故呢，没有这个诸法体性，就是没有这个自性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名之为是无我，故名为无我。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呢，为诸法体性不依仗它，那不依仗它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它不是依靠着名言分别，它是呢自性成立而有的。所以呢，由无此故，所以这个此呢，指的呢就是非名言安立，然后呢自性成立的这一点。所以没有呢名言安立自性成立的这个我呢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无我。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四百论释这一开始呢所讲到的这个我，所谓的我是什么呢？就是诸法体性不依靠它，不依靠着分别安立，然后呢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就是所谓的我。那由无此故，那没有无这个我的这个缘故呢，就是诸法体性不依仗它，不依靠名言安立自性成立的这一点，没有的这一点缘故呢，称之为是无我。那在了解了无我之后呢，此有法与补特伽罗之差别。那此字呢，就指到说无我呢，它有法之上还有补特伽罗之上的差别，所以分为两种。那在法之上呢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法无我。那在补特伽罗之上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补特伽罗无我。那所以呢，在这边只要说分为两种呢，就想要说无我呢，它的所空处也好，或者说它的施设处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在补特伽罗之上，那一个呢就是在法之上。所以分为在补特伽罗之上呢，安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人无我，或是补特伽罗无我。那如果是在法之上安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法无我。
就是这一段呢，释法论所说的呢，所言我者为诸法体性，不依仗他，有无此故名为无我。此有法与补特伽罗之差别，分为二种，为法无我及补特伽罗无我呢，就如同荣谢刚刚在解释的时候呢，用他的右手呢代表的就是非名言安立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那左手的2根手指头呢，一个是代表补特伽罗，一个是代表法。那在补特伽罗之上呢，不存在呢，称之为是人无我；那在法上呢，不存在呢，称之为是法无我。那这种安立的方式呢，是在四部宗义里面呢，唯有应成派呢能够这样去说安立之外，在应成以下呢，秩序派是无法这样去安立补特伽罗无我以及法无我的。所以呢，就是如同刚刚所讲述的，右手呢所代表的就是自性成立，自性不存在这一点。那自性不存在这一点呢，它可以对应到就是左手的2根手指头。但是呢，在秩序派以下呢，它不能这样做应对，因为呢，左手有2根手指头的缘故呢，所以右手呢也需要有2根手指头来对应它，没有办法像应成派一样，它只需要一个右手，就是一个拳头呢，就可以同时呢安立在左手的2根手指头之上。但是呢，秩序派以下呢，就是如同你左手呢有2根手指头，所以呢你在安立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时候呢，同样呢左手呢也是右手呢也是需要有2种无我呢，然后去做结合。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就是同样的呢，因为呢就是所安立的呢有补特伽罗与法2者呢，所以同样呢在安立2种生气的无我的时候，它也需要2种来安立。那以补特伽罗来说呢，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之实体空这一点呢是属于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那所以呢真实独立之实体空呢，它只能够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所以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是秩序派呢他所认为的补特伽罗无我，就是细分的人无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讲说自性不成立，谛实不成立这一点，就是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谛实不成立这一点，谛实不成立呢，它是可以同时安立在补特伽罗以及法之上，就是任何诸法之上。但是呢，谛实不成立，无论说它是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也好，或是安立在诸法之上也好，只要是补特伽罗谛实不成立，或是诸法谛实不成立的这一点呢，都是属于细分的法无我，所以这一点是要区分清楚的。就是呢，再解释一次，就是说，食指呢代表就是补特伽罗，那中指呢就是代表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那右手的食指呢就是代表着真实独立的实体空，那中指呢代表的就是谛实空。那所以呢，我们把就是右手食指的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那你安立在左手，无论是补特伽罗或者说呢诸法之上呢，安立在这之上呢，都是所谓的人无我，都是细分的人无我。就是你把真实独立之实体空无论是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或是安立在诸法之上呢，都是属于细分的人无我。那同样的呢，中指的谛实空呢，你把它安立在就是右手的，无论是补特伽罗或者说是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呢，那这个呢都是属于细分的法无我。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区别呢，就是了解到说，我们在解释应成派的时候呢，应成派他在讲述到他的就是破除所破的这个我之后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自性成立空或是自相成立空，这个呢，它可以只需要一个自性成立空呢，它就可以同时安立在补特伽罗以及诸法之上。那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呢，就是所谓的人无我；安立在诸法之上呢，就是所谓的法无我。所以呢，它的空性呢，它的甚深的无我呢，就是只有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呢，在应成以外的秩序派以下呢，它的无我呢，需要安立2种不同的无我。那它的无我呢，如果是安立真实独立的实体空的时候呢，那这个真实独立的实体空，无论说你是安立在补特伽罗，或者说安立在诸法之上的，那这个呢都是属于秩序派他们承许的细分的人无我。那谛实空呢，安立在补特伽罗或者说诸法之上呢，那都是属于秩序派他们所承许的细分的法无我。所以这是秩序派以下呢跟应成派最大的不同。那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区分清楚。那为什么说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讲述到的呢，就以应成派来说呢，
就是右手呢所代表的这个空性的所迫呢，这个我呢，它呢就是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不存在的时候呢，称之为叫做人无我；安立在法之上不存在的时候呢，称之为是法无我。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应成派就讲述到说呢，它无论是人无我的所迫呢，就是有我，或者说呢，补特伽罗有我，或者说法无我的所迫呢，就是法有我呢。这个对来说，所迫呢，它是没有任何生气的差别的，因为它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于说施设出不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安立了两种不同的有我，或者说呢，对于说所对峙之后呢，所产生的无我。所以对于应成派来说呢，两种有我呢，所迫的这个有我呢，对于应成派来说是没有任何粗细的差别，没有任何深浅的差别。所以呢，如果应成派呢在安立说两种所迫呢，有所谓的比较深的所迫，以及呢较粗的所迫，以及呢较深细的所迫的话，就表示说他所安立的自性成立要有两种不同的自性成立。但是呢，应成派在安立的时候呢，只有一种自性成立而已，所以就表示说，无论是人无我或是法无我呢，它的所迫呢生气是一样的。那所以同样呢，我们从这个理路呢就可以了解到说呢，所以秩序派呢在安立人无我还有法无我的时候呢，它是有深浅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在刚讲到说呢，因为它的所迫呢是有深浅的差别，就是在安立真实独立的实体和第十成立两者呢，已经安立出了它粗分以及细分的缘故，所以呢，去除掉真实独立实体空呢，以及第十成立空这两者呢，有同样成立出呢，这两者呢是有所差别的，是有深细的差别的。所以呢，应成派它最不共的程序呢，就是说两种无我呢，在正的时候呢，是有就是难易的差别。两种无我在正的时候是有难易的差别，但是呢，对于空性的所迫呢，是没有任何粗细的差别的。因为空性所迫没有任何粗细差别的缘故呢，所以两种空性呢也是没有任何粗细的差别。那这个呢是应成派呢它最不共的一个程序。所以中化大师呢在讲述就讲到说，虽然呢两种无我在正德的时候呢会有难易的差别，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在正的时候会有难易的差别，但是呢，因为它的所迫呢就是人无我的所迫就是人有我，以及法无我的所迫呢法有我呢，这两者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呢，所以两种空性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人无我及法无我二者呢也是无有生细的差别。这是应成派呢不共的程序。那对于秩序派以下呢，就会提到说呢，两种无我呢是有生细的差别的。为什么两种无我呢是有粗分以及细分的差别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说在于两种所迫呢，它是有粗分以及细分的差别。对于秩序派来说呢，真实独立的实体呢是属于粗分的所迫，那第十成立呢是属于细分的所迫，因为呢所迫有差别的缘故呢，所以两种无我呢，它就同样的呢就有差别。那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它也承许呢两种无我呢是有粗细的差别的，因为呢以唯识中来说的呢，真实独立的实体呢是属于粗分的所迫，那外境成立呢是属于细分的所迫。那因为说呢两种所迫呢有粗细差别的缘故，所以两种无我呢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以及外境不成立呢，自然也就造成了两种无我生细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呢，就是从中观应成派呢，然后还有中观秩序派，还有唯识中呢，同样呢都承许说两种无我呢，在正德的时候呢是有难易之上的差别。那为什么只讲到说唯识中呢？因为唯识以下的中义师呢不承许有法无我的缘故，所以呢承许两种无我的呢也只有唯识以上，所以就是中观中就是两者就是秩序以及应成，那还有唯识中呢是承许有法无我的。那对于说法无我在正的法无我之上呢是有难易的差别呢，那这是三派呢全部都是承许的。但是呢三派在承许说两种无我呢在正的时候是有难易的时候呢，那承许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虽然说三派都同样说两种无我在正德之上是有简单以及困难的这种差别，但是呢在承许这种正德难易的差别呢，是承许之上呢是又有不同的承许方式。
以阴沉派来说呢，虽然说他承许说呢，就是在正的两种无我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差别的，但是他在难易的地方呢，并不是说像下部中一样，因为呢一个的所破呢较难，一个所破呢较简单，并不是这样。他同样呢也是在讲说，认识呢所破的时候呢，在补特伽罗之上呢，认明所破是较容易的，就是在认明人我执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的缘故，所以呢会讲到说，因为认明所破有难易的差别，所以呢人我执较容易认明的缘故，所以较容易证得人无我。那法我执呢较难认明的缘故呢，所以呢法无我呢较难证得。这是应成派呢讲到说两种无我呢证得难易差别之上所承许的。那为什么说以应成派来说呢，他会认为说就是人我执呢会较容易呢就是认明，因为人我执较容易认明的缘故呢，所以破除之后呢人无我呢较容易证得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在自身之上呢比较容易呢去认明所破的这个我。比如说呢当我在生气的时候呢，那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时候我呢就非常容易现行，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要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呢？他要诽谤我？为什么这个要这样子讲我？就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我的这个感受呢，会特别的强烈。所以呢，我呢，因为容易现行的缘故，所以在认明这个所破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我之外的这种诸法呢，像是瓶子呢自性成立，还有呢像是柱子自性成立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它是外境之上的缘故，所以自身呢比较难以产生这种强烈的柱子是自性成立的，然后呢瓶子呢是自性成立，这种感受比较难以升起的缘故呢，也因为认明所破有难易的差别的缘故，所以才想要说证得两种无我呢有难易的差别。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呢，我跟我的朋友呢，就是我们两个呢，如果是在同一个时间生气的时候呢，虽然说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时间生气，但是呢，我自己什么时候生气呢？我是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自己可以感受到呢，我自己生起来的这个怒气，我自己非常的清楚。那我的朋友虽然说他是跟我在同一个时间生起这个同样时间在发脾气，但是呢，我仅仅只能够从他的外向呢，比如说从他的表情，然后呢去判断说，他可能也生气了，但是他内心的感受是如何呢？我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内心的，所以我仅仅只能从他的外向呢判断出，他可能跟我一样，他现在在生气，但是他内心呢就是愤怒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呢是我所没有办法感受的。但是我自己生气到什么程度呢？我自己呢是能够知道的，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生气的这种程度，我能够感受得到的缘故。所以呢，就如同这个譬喻一样呢，就是我们在感受到自己呢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我们升起这种强烈的这种自性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那升起来我们也会知道，那感受呢自己也可以感受到说，这个时候呢自己所执着的这种我执呢是有多么的强烈。但是呢，对于说我以外的这种诸法，像是瓶子还有柱子等等这些东西呢，虽然说我心绪呢也会升起，就是去支持它是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但是我没有办法升起，就是像我自己升起这种强烈的感受一样，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我无法升起感受的缘故，所以要了解到说它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所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才去承许到说证得两种无我呢是有难易的差别的。同样呢，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我和我的朋友呢，就是我朋友呢先被别人打一巴掌，那他被打一巴掌之后呢，我也被别人打一巴掌。那虽然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打一巴掌，那我也知道说呢，他被打一巴掌之后呢，他会产生痛苦，但是他所产生的痛苦呢，跟我被别人打一巴掌之后呢，我自己所产生的这种苦受呢，一定是我对我自己的苦受有多么的痛苦呢，我一定是能够直接的了解，而且能够很清楚了解说我有多痛苦。虽然说呢，我也可以知道说我的朋友呢，他可能被打这一巴掌，他可能也很苦，但是他苦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并不是说我能够完全了知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透有感受呢，就是自身的感受，我们一定是最先升起，而且最清楚的了解。对于别人呢，虽然说我们也能够升起，但是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去了解到。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应成派呢，他为什么按例说两种无我呢？他证得是有难易的，因为呢，从自身而言呢，在感受到就是像是
我执也好，或者说这种自性执也好呢，从自身之上去感受都是比较容易的。除了自己以外的诸法要去感受呢，是比较困难的缘故呢，所以呢才去安利呢到说两种无我呢，在证的时候是有差别，所以是从就是所破方面，因为在认明所破方面呢，在补特伽罗之上去认明，就是从自身之上去认明呢，跟他法之上去认明呢，自身之上去认明是较容易的缘故呢，所以同样的呢，去除这种执着之后的无我呢，也是自身之上较容易证的。那自己以外的其他法类呢，较难证的，是由这个角度呢去理解到说，两种无我证的呢是有难易的差别，而不是从所破本身呢有粗细的缘故，然后去，所以呢证的是有差别，这是应成派呢最不共的地方。那上述呢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所讲述的重点，所以呢在讲述到说讲完之后呢，四百论解释完之后呢，又提到说本论亦云。那本论呢，指就是路中论。同样的呢，路中论呢也讲到说呢，由人法分二，就是提到说呢，就是因为呢，空性的所空处或者说施设处呢，有补特伽罗以及法两种的缘故呢，有人法两种的缘故呢，所以呢，故二无我。因为有两种所空处的缘故，或者说两种施设处的缘故呢，所以分为了两种不同的无我。所以呢，入中论里面提到说呢，由人法分二呢，就是因为有分为就是分为法还有补特伽罗这两者缘故呢，所以分为二。所分的二呢，指的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无我，就是人无我呢以及法无我。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故两种无我呢，接下来就介绍说，所以两种无我呢，不由所破分别，它并不是透由所破的粗细呢来分别，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乃以所依有法而分，就是依它的施设处呢来分，就是它的施设处呢，如果是补特伽罗的话呢，就称之为是补特伽罗无我；施设处如果是法的话呢，就称之为是法无我。那这个呢，就跟秩序派以下不同，因为秩序派以下呢，它是以所破呢去做分别的。如果呢是真实独立的实体，那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它无论是安立在补特伽罗之上也好，或是法之上也好呢，都称之为叫做补特伽罗无我。那同样的呢，第十成立，那第十成立呢破除之后呢，第十空，它无论是安立在补特伽罗，或者说安立在法，或是安立在诸法之上呢，那都称之为是法无我。所以呢，秩序派以下呢是以所破呢去区分两种无我，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它是以施设处呢来区分两种无我。所以呢，这里就特别讲到说呢，应成派的两种无我呢，它并不是透由就是所破呢，就是所破有粗细的差别呢来做分别，它是以所依有法。那所依有法呢，就指的说就是所空处，就是说呢，它的所空处呢，在我们以所破呢是以自性成立来说的话呢，那自性成立呢，它在补特伽罗之上，就是所空处如果是补特伽罗，在补特伽罗之上呢，能够成立，自性不成立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人无我。那在诸法之上呢，能够成立自性不成立的话呢，那就是法无我。所以呢，它最主要呢是依着它的施设处，或者说它的所空处呢，然后去做差别的，而不是从所破之上呢去安立两种无我。那这边呢，就问到，就是说想请示仁波切，就是所谓的第十空呢是什么意思？那第十空呢，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就是非由分别心安立，那境上非由分别心安立，然后呢，境上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所谓的第十空，就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然后境上不成立的这一点，就是所谓的第十空。那以应成派来说呢，无论是第十空也好，或者说自性成立空、自相成立空呢，全部都是同意的，就是它仅仅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然后呢，境上是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所谓的第十空、自性成立空，还有自相成立空。那我们一般呢，在讲到说真实独立之实体呢是什么意思呢？那先看到呢，什么叫做真实独立？真实独立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真实独立的意思呢，他就说它不需要观待施设处这个运体，因为不观待施设处运体而有的缘故呢，所以它是真实独立的。那也因为呢，它是不观待施设处运体而有呢，而存在的这种方式呢，所以才叫做说真实独立的实体。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呢，如果呢这一法它是要观待运体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是真实独立的实体。所以先了解到说什么叫做真实独立。真实独立的意思呢，就是不关待施摄出运体而有呢，叫做真实独立。那在了解了什么叫做真实独立的实体之后呢，那就讲到说为什么呢补特伽罗是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因为最主要呢，我们安立一个补特伽罗的时候呢，不可能不关待它的运体而去安立这个补特伽罗。我们在安立补特伽罗的时候呢，一定都是关待的它的运体呢，然后去安立的。就比如说我们在问说小明在不在的时候，或者说小明他有没有来的时候呢，一定是说看他的这个运体呢，到底有没有出现在这边，或者说小明他痛不痛，小华他痛不痛，他有没有在这边，他有没有出门。我们最主要呢都是关待的运体呢，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人呢是否存在这个人是否在这里，或者说这个人是否有疼痛等等。所以补特伽罗呢一定是要关待的他的运体而有，不可能不关待运体而存在的补特伽罗。所以才会讲到说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是空的。所以呢，如果呢补特伽罗呢，它是能够不关待的施摄出运体而有的话呢，就可以称之为是补特伽罗呢，它是真实独立的实体。但是呢，正因为呢所有的补特伽罗呢，它都需要关待的施摄出运体而有的缘故呢，所以补特伽罗它才是真实独立的实体空。我们呢，就是比较容易会搞错的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呢，是真实独立的实体的我。那真实独立的实体我之外呢，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提到说独一自主的我。那常一自主的我，常一自主的我指的是什么呢？常我们知道说，就是说补特伽罗呢是常法，那一呢就只是说它不需要关待这些支分，叫做一。那自主，它自主的意思呢，讲的呢是不关待因缘而成立的这个我。所以常一自主的我呢，跟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我呢，我们要分清楚。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我呢，讲到的呢是不关待运体，不关待施摄出运体而存在的我，叫做真实独立实体的我。但是呢，常一自主的我呢，所指的这个我是指说不关待因缘而成立的这个我呢，叫做常一自主的我。所以这两个呢，就是要做一个区分。那所以今天呢，就是上课的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如何去安立两种无我。那先了解到说两种无我呢，它是如何的安立的，就了解到说呢，就是空性的所破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我。那这个我呢，如果是在补特伽罗不成立的这一点呢，叫做人无我。那空性的所破的这个我呢，在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之上呢，不成立的这一点呢，称之为是法无我。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呢，两种无我呢是如何安立的。那了解了两种无我是如何安立的之后呢，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无论是呢就是应成派，或者说秩序派，或是唯识派呢，全部都承许说，两种无我在证得的时候呢，是有难易之上的差别。虽然说呢，两种无我在正德之上是有难易的差别，但是应成派它不共于下部中的呢，它是承许到说两种无我呢，它并没有粗细的差别。两种无我呢，它两种无我或者说两种无我的所破呢，它皆是没有任何粗分以及细分的差别。所以要了解到说，应成派它承许到说两种无我在正德之上有难易的差别，跟下部中在讲述说两种无我在正德之上有难易的差别呢，其中的就是差异点在哪里呢？是大家要搞清楚的。那当对于这一些就是概念呢有了之后呢，那我们继续的呢就是往下做讲解的时候呢，然后就慢慢累积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大家对于说今天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讲述的就是5-6个重点。那所以大家呢要先了解到呢，就是内心呢先对这5-6个重点呢能够升起一个意共相，就是大概知道说呢，今天所讲述的内容呢大概是在讲什么。所以就讲到说呢，两种无我呢，它其实呢意思呢是一样的，它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安立在就是所空处，就是补特伽罗之上呢称之为是人无我，那法之上呢称之为是法无我之外呢，那两种无我呢它其实是没有差别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说应成派呢它也是承许到说两种无我呢在正德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差别。虽然说它和下部中一样都承许到说正德两种无我是有难易的差别，但是呢它所持的原因呢和下部中呢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同样的呢，
应成派和夏布松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说两种无我呢，它并没有粗细的一种差别。虽然说两种无我无有粗细的差别，但是呢，在正德的时候呢，有难易的差别，这一点呢是大家要搞清楚的。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完课之后呢，大家所要升起的一个义共项。那这个呢，也就是在打基础的部分，就是虽然说呢，我们现在对于所说的内容呢，虽然说好像还没有真实的拿到手中一样，但是呢，对于所讲的内容呢，这个手柄呢，好像我们已经抓到了，已经抓到一个手柄。那抓到这个手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呢，就是把这些内容呢来做一个思维，但是不要再继续的，就是细分的去追究。就是我们升起了这个大概总项的这个义共项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先暂时停住，不用再做细分的这种探讨，因为呢，我们对于说一个总的概念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做太多细分探讨的时候呢，反而会变成一种学习之上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呢，就是把这个根基呢先打清楚。那根基呢，这个打的根基呢越来越扎实之后呢，那这个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文慧。如果说呢，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就是有了这个基础的道理之后呢，但是我们呢却还去深究很多就是更细微的部分，就是整个基础还没打好之后呢，然后不断一直去追求一些更细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时候呢反而会变成障碍。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呢，就是把今天的重点呢先有一个大约的一个了解。那为什么说会变成一种障碍呢？就是当我们现在呢，就是学了一个根基，就是学习经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就是一开始我们学习经论，我们要有一种勇悍心，就是提起一个想要学习经论的这个心力。那所以对于这些基础的内容有了之后呢，那能够让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升起一种欢喜心，就是说，哦，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也大概知道说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些差别呢，应成派以及夏部中的差别呢，大概是什么样子呢？我也大概清楚之后呢，那我们保持这种心去学习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会对于说学习经论呢，能够升起这种欢喜心，以及学习经论心力呢，可以不断的持续下去。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根基还没有打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对于说，哦，那这个呢，我要想办法想得更深细，然后呢，我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什么内容呢，把它想通，然后呢，一直执着在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一直去钻这一点的时候，钻下去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呢在思维这一点，但是呢，我怎么想呢，也想不出一个原因。那你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呢，在思考一点，然后又找不到一个成果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你学习经论的这种心力，自然而然呢就会退失。就是说啊，我学了这么久，好像呢这个呢也搞不清楚，那个呢也搞不清楚，这样子呢反而会变成一种障碍。所以才说呢，就是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先把它的义共项，就是大概的意思呢有掌握住呢就可以了。然后有了这个大约的意思之后呢，大概掌握住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累积上去呢，那经论自然而然呢就能够保持我们学习的这种想要学的心力。就如同说我们在学藏文干哈干啊，或者说在学中文的 b p m f， 或者说像是英文的 ABCD 也好，就是我们在学这些字母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我们只要说哦，这个 ABCD 呢，它的样子呢长什么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哦，我在学 ABC 的时候呢，我就一定要知道说呢 ，ABCD 呢它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之后呢，我要马上知道说 ABCD 呢它是怎么写的，它的笔画是如何，那 A 呢是什么意思 ，B 呢是什么意思 ，C 呢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想要把这么多东西都学起来的时候呢，但是没有学会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自然就会感到有这种挫败感。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只要把 ABCD 的形状呢记起来，就是内心呢能够升起 ABCD 的义共项就可以了。那等到说我们完全对说哦26个英文字母的形状都完全了解了之后呢，那再开始呢去学说哦，那这个字呢要怎么写。那等到会写字之后呢，然后再理解到说，哦 ，A 呢它代表什么意思 ，B 呢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去学习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学习的动力，而不会说一开始呢全部都想要学到最好的时候呢，但是没有学好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学习的心力呢就会变得低落。所以我们在学习，就是无论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学习的这种动力，学习的心力呢要一直提了起来。所以呢，像我今天学习字母的时候呢，那我先了解到说26个字母呢它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今天学起来之后呢，我就保持这个欢喜心，因为说我终于过去呢我不知道说这26个字母长什么样子，那今天呢我已经知道了。那明天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习到说那这26个字母呢该如何的写。那我学会之后呢，我也保持这个欢喜心，因为今天呢我又多知道了一点，我知道说26个字母呢它该如何的呢去书写。那到后天的时候呢，那我就开始了解说它每一个字母呢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什么，就是透由这样不断的增长呢，然后一直保持自己内心学习的这种动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学习的长久。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说呢，就是两种无我呢，在正德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虽然说呢，正德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那这个呢就是从唯识中一直到应成派呢，全部都是相同的程序。但是呢，两种无我在正德之上有难易呢，所程序的原因是不同的。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清楚，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讲述到说，两种无我呢，它是没有生气的差别的，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两种无我是没有生气的差别，但是秩序派以下呢，他在安立两种无我的时候呢，他是有安立就是生气的差别。那第三个呢，就是讲说应成派呢，为什么说承许两种无我呢？它是没有，它这正的两种无我呢，虽然是有难易，但是呢，虽然是有难易呢，但是它却没有生气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说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是因为在所破之上，我们去认识所破的时候呢，它本身呢是在我之上呢去认明所破较为容易，那其他诸法之上去认为呢是较为困难的缘故。但是呢，在秩序以下呢，它是直接在所破之上呢具有难易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两种无我在认明在正的无我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差别。那第四个重点呢，就是两种无我呢在安立的时候呢，就是秩序应成派呢是安立到说，因为所空处或者说我们讲的施设处不同的缘故，在补特伽罗之上去安立呢，称之为是人无我；在诸法之上去安立呢，叫做法无我。但是呢，秩序派以下呢，在安立两种无我的时候呢，是因为它所破呢本身呢就有难易的缘故，较为粗浅的呢称之为是人无我，较为深细的呢称之为是法无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述的重点。第五个重点呢，就是讲到说，宗喀巴大师呢，在安立到说两种无我呢，它是依靠着就是所空处或者说施设处之上呢，去安立有差别呢。那宗喀巴大师所引的经论呢，就是第一个呢是引提婆论师的，就是400论释。那第二个呢就是引月称论师的路中论。那这个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的依据。那这是第五个重点。那至于说就是这边所引的400论释云呢，所言我者为诸法体性不依上他，由无此故名为无我。此由法与补特伽罗之差别分为2种，为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就是这段400论释的经文呢，还有说像是下面本论一语就是提到说呢，路中论呢同样讲到说由人法分2，就是这两个寄送呢，就是所有的就是这些无论说先前的这些祖师也好，或者说现在的上师呢，他们在讲述到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经论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到。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接下来呢，人们可以讲述到说他在授课的这种方式呢，最主要就是学习他的人们切的老师呢，就是授课的这种方式。那人们切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呢，就是对于他们这些学生来说呢，就是一般的他们有流传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对于说立根的这种学生来说的话呢，他可以就是能够把老师就是从今天呢就是所讲述的内容呢，他都能够完全的理解。那这种当然是最好。那但是有一些就是根气不是这么利的这种学生呢，他在听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对于说老师上课的内容呢，就是完全的做一个吸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切老师就在最后面就
今天的课程要结束之后呢，结束之前呢，他会做一个收摄，就如同任木谢所讲述的一样，他会做一个收摄。那对于说没有办法对今天所有的课程内容完全吸收的这些同学来说呢，他只要把今天老师最后面所做的这个收摄呢，能够把它记起来，就是说能够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透过这样子的累积呢，那也能够对于说就是无论哪一种跟切的同学呢，都能够有所利益。那这是任木谢他们在跟他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呢，是一般的大家有这样子的说法。